第8點，三重力量。三重力量係一個交易概念，將圖表上嘅價格走勢分為3個主要階段：累積、操控同分配。累積階段，顧名思義，就係一段價格缺乏明顯趨勢嘅整固期。喺呢個階段，價格通常會形成相等嘅高低位，收集呢啲界限上下嘅止損同流動性。操縱階段就係當累積階段之後出現假突破嘅時候發生，又叫做假突破。假突破就係指價格突破咗區間，但好快又回到整固區裏面。呢個假動作就係用嚟掃走區間上下嘅流動性。一旦聰明錢收集夠流動性，市場通常會向相反方向急速移動，呢個就叫做分配階段。而我哋就係喺呢度揾機會入市，所以基本上呢度就有累積、操縱同分配。要做 AMD 策略，就要等價格嘅整固期之後掃走流動性。一旦確認出現假突破，就放大到一個更低嘅時間框架，尋找供應區進行交易，將止損位設置喺目標區域下方，並將目標價位設置喺價格前方嘅下一個重要價位。各位，希望你哋中意呢條片，並且覺得佢有用，中意我哋嘅片，請點讚支持我哋嘅頻道。如果你係新嚟嘅，唔好忘記訂閱咯。亦都歡迎你喺下方評論區分享你嘅想法。下集再見。